朋友到早，欢迎收看1月1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俊。新闻头开先，咱赶紧来关心这个花莲空军有一只 F-16V 战机，昨天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时阵，煞摔落去海里。这飞官新笔架有跳伞逃生，不过到当时还阁下落不明。海巡大动员国搜中心也派出直升机赶紧伫咧搜救。咱的总统赖清德毛铺文，请大家做伙来为这个飞官来加油，希望会让赶紧平安倒转来。发射照明弹把黄金72点钟搜救，花莲空军一只编号6000的 F-16V 战机，测了下暗执行例行训练任务，发生意外摔落海底，将为飞官新笔架伫咧花莲方滨东平8.5海里的所在跳伞逃生。石腿坪风景区的录影会当看到，伫咧暗时7点28分30秒时，出现敢若是有物件摔落海的火光。海委会主委管碧玲面册表示，海巡出动3海艦6船艇全力搜救，现场放出海流、测流浮标，结合搜救优选规划系统，有高节漏水的方向，布伫咧搜救责任区的各种所在。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现场海涌真大，透风有够高级，涌是升到3公尺悬，夜暗温度一直降，搜救人员全力投入救援行动。花莲空军基地灯火通明，一直有平安车咧出入。国搜中心也派直升机开始海空救援。应该是机械的原因是不能，是比较可能的。中共近期就是多次密度高的对台湾的所谓战备警巡，还有1229的这军演，那我们的战机就是的后勤补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总统赖清德透过面册表示，已经指示国防部相关单位全力搜救，以确保人员平安为最高目标。希望新笔架上尉会当平安回来。行政院也表示，院长倒应台第一时间就甲国防部长顾立雄来通话了解情形，请海委会海巡署、内政部空勤总队加入国防部做伙搜救。另外，也请农业部渔业署协助，拜托附近渔船先赶到现场探看。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好，这发生事故的上尉飞官新笔架是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的，已经有累积超过600点钟的飞行总时数。有专家就表示讲，这暗时伫咧海上做飞行训练，恐惊的是出现这个空间迷向的状况。目前国防部是全力来投入搜救，详细事故原因也该等待调查。总统赖清德去到空军基地，向飞官报过，强调守护国家领空安全的重要，向所有官兵表示感谢。当时，飞官上尉新笔架也伫咧现场。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深受感动，守护国家安全。过去这段时间，精进中国军演，大家都辛苦，谢谢你们。国防部表示，发生意外的空军第5联队新笔架上尉，测了暗时驾驶 F-16V 战机自花莲基地起飞，执行夜间飞行训练任务。根据国防部资料，新笔架上尉是空军官校108年班毕业的战斗机飞行官，已经结婚，飞行总时数超过600点钟。这届失事的 F-16V 是 F-16战机的其中一体。空军 F-16战机过去也捌发生几啊届飞安事故，部分发生伫暗时甲海上训练任务。军事专家指出，暗时出任务伫咧海面环境，可能出现空间迷向等等的风险，对飞官的应变是真大挑战。目前事故原因搁在调查，国防部整合海陆空部队，联合相关单位，全力投入搜救，希望会当等到好消息。公视新闻朱宏志、郑建光综合报道。来看咱的前驻日本代表，也阁有总统府主任这个谢长廷，昨是正式来接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伊表示讲，目前这台日关系正密切，伊会继续打拼，甲台日友好提升做共同体关系。台日关系在这个前辈各任会长的努力下，其实现在都非常好，而且是一个善的循环。那我们要把这个善的循环扩大，把这个友好深化为共同体的关系就是说盛衰荣枯以后，那一荣俱荣，一枯即枯，在经济上的繁荣共同体，也是安全上的和平。
前会长苏家全卸任，谢中庭暂时正式来接任台日协会的会长。谢中庭表示讲，伊做驻日代表8冬外，真了解到台日交流的问题甲困难，希望未来透过外交部还有各界斗相共，将台日的关系扩大做世界和平的模范。咱过来看，这总统赖清德总是亲身来接见欧洲议会今年头一个访问团来到台湾，伊也感谢欧洲议会这侪冬来通过真侪项优待决议，坚持来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另外，互中国制裁禁止入境中国的日本参议员赵平，伊也来到台湾，伊强调，这就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是无同款的国家。要求小姐问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受到印太战略智库邀请来台湾参加研讨会，初到中岛到上山机场了后发表谈话，对来到台湾是真欢喜。那么我今天能够顺利的进入台湾的国籍，进入中华民国的国籍，这就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中华民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赵平在中国出世，1988年去日本留学。了后无偌久，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所以决定离开中国。2007年规划日本，摕到日本的国籍。去年7月份当选参议员，而且伫9月去互中国制裁。赵平下晡嘛去日台交流协会，甲驻台代表见面。会前受访的时阵，讲到针对台湾有代志，日本敢是要出兵的议题，赵平嘛做出回应。日本会不会帮忙？因为是日本政府。那个时候怎么判断？我不能打保票说什么了。但是我是希望日本也好，美国也好，能够帮助台湾。而且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会在日本的国会中呼吁，就是说日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为了深化国际交流，总统赖清德接见由欧洲议会优待小组主席开了带领的欧洲议会议员团。总统致辞的时阵，嘛感谢欧洲议会这年来通过真侪项优待决议，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面对中国威权主义长期的军事威胁、灰色地带侵扰以及外交经济胁迫等复合式挑战，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认，那就是除了再次印证和平靠实力的铁律。We have strongly criticized the latest belligerent and aggressive posture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practiced a week ago around Taiwan. 凯勒嘛强调讲，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各国以尊严通过，展现自由航行的事实。上时嘛传达唔接受任何各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冷气团甲辐射冷却的影响，今仔透早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石碇，干那8度4。气象署也有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咱来看温度。一波冷气团会一直寒到明仔载，中部以北甲宜兰地区上寒可能剩8度尔尔，日时高温嘛袂超过20度，其他的所在低温可能也降到10度至13度。好，加在这天气还阁算大冷，敢若桃园以北、东部甲恒春半岛地区会落38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拜六暗开始，又阁受到另外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礼拜这东半部、东部甲恒春半岛地区会变较敖落雨。这天气遮尔啊寒，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还阁有坐火人，拢得爱注意。昨有一个阿伯啊，透早去这家人买鱼啊，人感觉无爽快，伫咧车顶休困，全安尼往生去啊。另外，也有少年人半暝啊骑奥多摆要去阳明山，煞寒甲失温，赶紧打电话叫119。我们要上去哪里？连岗。技术也冲超山，经过冷水坑，煞身体失温，寒甲无法度骑车落山，这当卡119化救。天气冷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所谓的低体温，加上这个血管可能又扩张之后又收缩，而造成所谓的血压上升，血压波动情况会变得更加剧烈。天气冷，注意穿较少的，尤其这几日温度继续降。消防署统计，看年的起到初5，患者因为来考疾病，到以前无喘气心跳，全台累计有181人，一日拢超过20人，初5比初4甚至加12人，一日就有35人。警消讲破车窗，供出驾驶，共款是非创伤的紧急救护案。
初六也阁发生车内变化65岁透早去家人的坎仔顶鱼市买鱼，突然身体无爽快，伫车顶休困，也毋过过伤久无转去，亲友着急找人，方发现已经无生命现象，亲像天气冷，雄雄死亡，也毋过确实死因有待厘清。疑似因身体不适返回车上休息。相关事发原因，目前正由警方采证鉴识厘清。天气冷诱发的状况侪伫健康方面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过来有袂少骑家的态度陆续出现扑起来甚至破裂的情况。两大关键因素，除了温度以外，有的是施工因素，变成这个瓷砖跟这个砂浆就粘不好。空气再去进入，空气、混凝土、砂浆的热膨胀系数又比瓷砖还大，就把瓷砖一带就造成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应力产生。民家厝的态度造成灾害，都是发生碰撞现象。除了人为甲环境因素，专家分析，甲气温的转变，尤其变冷，也是一项主要原因。建议轻轻卡出来态度，只要听到空鼓音，就代表可能有各样爱提前做好防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中和昨有一间铁厝工厂透早发生火灾，虽然这火是真紧的拍花，毋过一直咧呛烟。新北市卫生局是提醒民众出门上好就爱挂喙罨，窗仔门上好嘛爱关起来。因那环境部也表示讲，因为这冷气团热燃带来境外污染物，所以提醒较到贵宾的民众要特别注意。早起要8点，新北市议员区洪尧迄条工厂乌烟一直闻出来，还阁大火。出动时，新北市消防局派45台车、85个人去拍火。初步估计，炭烧的面积有400平方公尺。接到通报了后，无到1点钟，火就拍花。不过，消防人员要继续伫咧找找那抢掉伫内底的人。CCTV 里面也没有看到他出来，那他的货车跟机车基本上还在现场。消防局表示，有找到失去联络的人，不过已经死亡。新北市环保局嘛赶紧提醒封卡的区域，包括永和、邦桥、土城，甚至是网家的民众，都要注意空气污染。若出门上好是挂喙罨，伫咧厝连窗仔门都要关好密。火拍花了后，空气品质应该会改善。在火灾当下，其实我们有发现这个附近的空气品质微感器的数值有偏高一个趋势哦。那今天早上的气候条件的确是比较扩散不佳一个状况。若是发生火灾的所在，空气品质歹，初六强烈大陆冷气团热燃，内底有境外污染物。环境部指出，中国山东到上海迄颗粒仔，初三至初五出现霾害，这污染物会飞来台湾，致使咱的空气品质变歹，出现感冒色的提醒，敏感的族群都要特别注意。初期来讲的话，会先影响到北部，那随着冷气团的南下，会把这一批污染物往南部带，受到山脉的阻挡，它的风速会减弱，所以可能会持续跟本地的一起形成一个累积的情况。中国上海到山东 PM2.5 的高度，差不多伫每立方公尺65至160米克之间，到台湾会降到40至60米克。估计爱到初八，境外影响才会豆豆改善，初九才会完全消除。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海巡署一个姓李的侦队员投资了钱欠销，去互中国用超过57万来买收，漏涉海巡的勤务甲机密，等候法院认定违反国安法定罪，判刑7年8个月，也会当上诉。再来看《联合报》，因应小组化，全教总要求教育部爱将目前国小一班29个人减少到24个人，国中一班30个人减少到25个人，来提升教育品质。因为教育部是回应讲会谨慎来评估。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讲，今年开始公立私立的中小学营养午餐全部拢免钱。不过，全国学生上济，新北市是认为应该要由中央统一来办理。其实，即马全台湾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县市，这营养午餐是拢唔免钱啊。因毋过有一寡县市手头会较严，也亲像这新北市，因的学生全台湾上济，但是由地方来负担，一档就要开价46亿的经费，所以希望讲由中央来处理。囡仔伫座位上大喙食饭，食饱才有气来继续上课。全台各县市的营养午餐补助标准真无同，为着因应少子化的国安规矩，台北市自今年起，公私立国小甲国中的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我们透过全面免费，以营养午餐平均一餐60到70元估计，能直接减轻家长每年上万元的经济支出。
那减轻家长经济负担，也由市府统一强化实在来管甲品质管控。家长乐观其成，校校表示，目前有公办营养师，未来结合市府监督，有效避免食安危机。如果说能够在营养午餐部分能够有免费的话，我觉得对家庭的也是蛮好的。每个月可以省下不少。对，劳工应该很开心。有差吧？我觉得在处理上应该可以更到位啦，也比较更容易掌握到整个食材上面的源头的部分。协算全台各县市营养午餐已经有超过半数县市全面免费，16道位咧，包括台北市、桃园市全面免费，6道外是有新竹县、苗县、彰化县、南投县、华东甲离岛的平湖、金门、连江，另外其他县市采取部分补助，针对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学生，中到等已经全部免费。以目前的这个营养午餐大概要编到将近6亿元了哈，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财政是有一些负担。如果全面实施学校午餐免费，预估每年将再增加8.5亿元的支出，恐排挤我们台南市的教育资源，必须要再审慎评估。新北人均预算6都最低，中央未补助，每年46亿的支出恐排挤其他教育资源，因此希望全国一致，中央编列经费统筹办理。全国上济学生的新北市有达到32.3万名学生。教育局表示，目前当年投入13.5亿经费补助。台中市教育局指出，若要推动免费营养午餐，经费大约33亿外，市府会随时检讨精进相关政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即马真侪产业拢需要移工来斗相共，除了有开放制造业，也有机构看好甲农业以外，即马也扩大来开放营造业、屠宰业、甲海洋渔业，会当直接透过即个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来请移工，省中浪费，这劳资双方也会当直接来沟通，建立信任的基础。台湾请移工来自越南、泰国、菲律宾甲印尼4个国家，为着要替雇主甲移工省钱，也提高自主性，劳动部也有推出以国家对国家的直接聘雇。最大劳动部宣布扩大直聘印尼移工的服务，原本敢若开放制造业、机构看护甲农业，伫这个基础顶悬，阁要来开放营造业、屠宰业，也有海洋渔业，可以有效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中介的这个费用。强化选工的一个透明度，雇主可以向职聘中心提出招工的一个需求，来源国再依照这个需求招募需求人数大约3到5倍的人数，再由雇主可以透过这个书面也好、视讯也好，或者是亲赴海外来选工。免透过中人会当减省一寡中人的费用。有民团指出，民众透过直接聘雇中心请看护移工，虽然有较紧，不过若发生劳资争议，也是人来才发现无适合，若无通随解约，中心嘛无像中人公司有调解功能，家庭雇主嘛无像企业有法务人资的专业，定伫咧调解的是较弱势，嘛呼吁劳动部尚无在法律上应当保障雇主的权益，和移工落实工作契约。我们起码要求移工履行工作契约。如果在还没有年限到达就决定要转换工种的时候，那移工要赔偿雇主，你要换雇主的可以啊，你先回国重新申请。你不能大开方便之门，可是你却没有任何的管理功能。劳动部回应讲，若是违法的，依法来废除聘雇，要求移工出境。另外，劳资争议调解是地方劳动机关的权责，只要双方同意停止工作契约，就会废除聘雇，嘛同意雇主搁找别的移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美国一个委内瑞拉掠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造成56个人死亡。这委内瑞拉的司法部长就表示讲，已经是犯着战争罪。另外，这美国总统川普进前讲会来掌控委内瑞拉，不过国务卿鲁比奥煞是又搁讲未直接来治理，这代志拢交代袂清楚，也拢无含这美国国会来参详过。也互国会议员是烦恼讲，川普展开扩大美国势力的新时代。委内瑞拉军方初六宣布，尚无有24个安全人员伫咧美国军事行动当中死亡，佮再加上古巴进前宣布的伫咧委内瑞拉殉职的32个古巴军警人员，官方统计死亡人数尚无是56人。委内瑞拉司法部长甲美国这届行动比例做战争罪。Se califica jurídicamente como un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y una, como ya lo dije,
una privación ilegítima de libertad. Que nosotros hemos designado como Ministerio Público a 3 fiscales en medio de este crimen, de esta agresión inusitada contra la patria venezolana. 美国总统川普正前提出讲要掌管委内瑞拉，国务卿卢比奥重新解说，讲要直接治理，意思是会透过石油禁运才会做规，推动美国甲委内瑞拉人民利益。有国会议员就惊讲川普当咧推动美国扩张主义的新时代，而且拢无先甲国会来参详。川普初六针对众议院共和党员发表演说，重点讲其中选举、医疗成本等等议题，对委内瑞拉即届行动后续治理拢无讲介济，敢若讲到逮捕马杜罗行动的详细。Nobody was killed, and on the other side, a lot of people were killed. Unfortunately, I say that soldiers, Cubans, mostly Cubans, but many killed. 古巴因为军警人员死亡，宣布全国哀悼。川普政府明确警告，引导马杜罗刷来会去促成后一个长期目标，就是让古巴政府付出惨重代价。古巴甲委内瑞拉是超过20年的战略联盟，委内瑞拉会补贴石油，让古巴维持经济，古巴就派情报人员保护马杜罗政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军初三去攻击委内瑞拉上大军事基地，伫遐掠到藏伫遐的马杜罗翁仔某。美国国防部就表示讲，这届行动美军派出200个人，150架军机是拢无人伤亡，甚至也讲这罗西亚的防空系统根本就无啥用。美军伫初三突袭委内瑞拉，逮捕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和因某弗罗雷斯。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表示讲，这摆军事行动派出超过150架军机，而且佫讲出突袭首都卡拉卡斯的具体人数。3 nights ago, in downtown Caracas in Venezuela, as nearly 200 of our greatest Americans went downtown in Caracas. Seems those Russian air defenses didn't quite work so well, did they? Downtown Caracas. And grabbed an indicted individual wanted by American justice in support of law enforcement without a single American killed, reestablishing deterrence. 马杜罗翁仔某上尾藏的地点，就是委内瑞拉境内上大的军事基地蒂乌纳堡，这嘛是美军的攻击目标之一。蒂乌纳堡毋但是国防部的所在地，内面阁有设军事学院，含会当地几千个士兵含眷属的宿舍。蒂乌纳堡的卫星相片红拍出来了后，含去年12月翕到的景象来比，伊的军事建筑含设备，会使讲是规个拢红崩甲歹去，已经变作废墟。除了马杜罗，美国总统川普嘛点名委内瑞拉隔壁的哥伦比亚总统裴佐，川普指控裴佐是卖毒的，佮讲这个南美洲国家是叛变甲真严重，互介意制作可卡因，而且去美国的有病的查甫人来统治，而且佫讲对哥伦比亚来采取军事行动，这个主意听起来袂歹。对这批做是攻击川普的不当干预，除了要求川普停止诽谤，佫讲为着国家，伊将有可能佫一摆甲武器摕出来。另外，川普佫对准家己的厝边墨西哥，川普讲已经真侪摆向墨西哥总统徐恩保姆提出派遣美军来帮助打击毒品，徐恩保姆讲已经拒绝啦。Son formas de hablar del presidente Trump. Yo no creo en la invasión, no creo ni siquiera que sea algo que ellos lo estén tomando muy en serio. Pero nosotros lo manifestamos lo dijo él, varias veces en las llamadas que hemos tenido, han sido casi 14 llamadas, si mal no me acuerdo. Él en varias ocasiones ha insistido en que el ejército de Estados Unidos pueda ingresar a México. Nosotros hemos dicho que no. de manera muy firme。虽然宣保姆表示讲无相信美国会入侵墨西哥，但是伊嘛阁一摆重申墨西哥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人民来做主，绝对袂准别国来干涉内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有一只香港一个货柜船中联黄埔站对基隆港要驶去台中港，经过新北石门外海时阵，毋知什么原因，这船顶27个空货柜全部落入去海里。海巡有伫咧富贵角的外海发现3卡货柜，目前是也搁咧找找剩的货柜。新北石门的富贵角外海海面上有货柜浮浮沉沉，原来是有货柜轮航行经过，因为不便关系造成船顶货柜落海。海巡署协部派出顺风艇赶去现场，发现有3个漂流的货柜。交通部航港局协部遂发出警告，提起附近作业时阵货轮被开。中联黄埔总吨位为8306，在航经富贵角北方海域时，因不明原因导致货柜落海，邀请相关单位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厘清案发经过及货柜落海的原因。
根据香港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案发真正中联黄埔是香港籍的货柜轮，透早为基隆港航向台中港，这只船固定航行伫两岸，包括广东的港口香港甲基隆、台中、高雄港。军方通报，陆海27个空货柜已经要求船公司限期拆卸下班进前提供大陆计划。就是大家都走的航道上，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啊，避免就是船经过的时候会去碰撞到，也会造成这个不安全的这个状况啊。那尤其是夜间视线不好的话，万一渔船到，那还很危险啊。那这件货柜落海案件影响海峡航行安全，3日前，一只停伫高雄甲外海的北流籍货船，船身不便关心伫水起起，船顶也有大量的空货柜落海，造成高雄港紧急封闭。那里面如果没有货物，或者是有货物，它是没有危害的，没有立即的危害，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海洋的垃圾，装载的是一些化学物质或有毒的物质，如果没有办法打捞上来，那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污染的来源。虽然中联黄埔是空货柜落海，也毋过生态学者指出，那货柜中装载是有毒还是化学物品，沉到水中，就会成做海洋的污染来源，一直估袂着，更加会造成继续性的污染，对海洋生态造成重大伤害。所以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要求船公司爱向附近沿海国家还是地区参船者的注册当局报告货柜落海碰见情况，以利掌握后手的处理动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还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伊朗因为通货膨胀严重，全国各地发起抗议示威已经10天，有警察互人开证单词，安全部队也发射催泪瓦斯来压制。目前警民冲突至少已经造成27个人死亡。过来关心，美国白宫表示讲，为着要阻挡北极地区来威胁，爱得到格陵兰成做美国国安优先的事项。目前总统川普和伊的团队正在讨论办法，动用美军是选项之一。瑞士一间酒吧看年暝发生严重的火灾，造成40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业者即阵是头一间公开来发表声明，讲会全力来配合调查。另外，外界也咧质疑讲，这间酒吧动工的人数敢有超过限制？今年开始，有部分咖啡业者甲自通信产品的厂商宣布要起价。另外，台湾银行推出的百年生肖纪念币也起价一套2450块，这是有史以来上贵的价销。专家认为，这甲贵金属起价有关系。伫杯仔内面倒浓缩咖啡，再佮用小牛奶做的牛奶土来优惠。连锁咖啡业者罗易莎宣布讲，因用原料、工资含水电这营运成本大幅升起哩。即马开始，大部分的饮品含餐食，拢从90个品项的调起5块以上，平均调幅差不多5%。可以啊，这差不多。现在物价都在上涨了，是没问题的。我觉得5块可以啊，嘿嘿，如果10块以上，就可能会要点考虑。手提电脑嘛要起价，华视宣布对1月初5开始，针对一寡产品做策略性的价销调整。通道业者讲有收到电竞类基金款的商品会起15%到20%，但是目前嘛是维持原本的销售价销。业者分析，这波价销的调整主要和记忆体和硬碟欠货造成价销升起有关系。观察消费者嘛有机相关零组件未来有可能搁起，等到推升一波买起。配合年底的促销活动，然后在害怕之后会再继续上涨的前提下，买气应该至少2成以上了。即马开始开放预购的中央银行每年的纪念套币，嘛创继续新高的纪录，达到2450，毋但是比去年贵550，嘛拍破这种套币过去上贵是达到2000的纪录。央行讲，因为银价当价拢起，每年套币的调起嘛是不得已的。疲弱的美元基本上会让所有的原物料跟大宗物资的价格上扬，当然就是给这个贵重金属一个涨势的推升力道。专家分析，虽然2026年同款爱面对关税无确定性，不过如果台票持续强势，有可能来抑制输入性的通膨。来苏市都是消费股市创新高，暗算消费嘛会较热，服务类的通膨可能会当维持慢降的走势。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第一场全球科技大展，也就是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正式开幕。这回答的执行长黄金芬是来展出效能更较好的晶片，也有自动驾驶平台模型。甲德国的面度来合作，要打造自动驾驶汽车，相信今年第一季就会伫美国上市。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第一场专题演讲人，正是AI风潮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回答执行长黄金芬。
伊穿伊招牌的热裤，甲现场几百个观众小解因甲德国免瑞的合作，伊用5年的时间打造的自动驾驶车系统平台 Alpamayo。Today we're announcing Alpamayo, the world's first thinking, reasoning autonomous vehicle AI。舞台放的影片展示这款自动驾驶车，若拄着汹汹走出来过路人或者是车，会当看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会当闪开、减速或者是暂停的表现拢袂歹。Alpamayo 会出现伫咧免入 CLA 车款，今年第一季会伫咧北美上市，欧洲市场是第2季，亚洲爱等到年中或者是年底。辉达是全球市值上悬的上市公司。AI 风潮的推动之下，去年10月成做头一间市值超过5兆美金的企业。不过 AI 小风气的记录，让辉达的股价变无啥稳定。市场人士指出 ，Alpamayo 这项新的产品是辉达转型的代表，象征辉达为 AI 晶片大厂转型成做实体 AI 生态系统的供应商。The two best physical AI players in the world, in my opinion, are NVIDIA and Tesla. And I think this was Jensen much more on the offensive. I think last year, playing it more close to the vest, this year was a little more, I think, planting a flag when it comes to physical AI. 另外，辉达还佫推出 Rubin 晶片，这个晶片的效能比前一代 Blackwell 佫较紧5倍，互新一代 AI 系统成本会当佫较省。嘛，等是 LG、Caterpillar、Boston Dynamics 等等合作的动画，使用 Omniverse 函式构造的机器人。市场预估，人形的机器人加入美国一般家庭的时间，会为原本的5年至10年，大幅度缩短到1年至1年半的时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疾管署公布2025年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有477个病例，这是最近9冬来的新冠纪录，其中是以30岁至39岁男性占上多。A 型肝炎本土病例创9冬新高。疾管署拜二公布，2025年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累计447个本土病例，创下9冬新高，而且以男性上多，拢总占82.8%。年岁站以30岁至39岁占上多，20至29岁第2多。疾管署指出，病例大多数和无安全的性行为有关系。比方说，我这个人我是带病毒的。然后我的病毒会从粪便里面排出来，但是在过程当中，也许就会沾染到或者身体上面或者手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干净。所以如果说有亲密接触的时候，即便是手的接触也会传播。疾管署指出 ，A 型肝炎主要是透过粪口传播，而且伊暗作期真长，有15天至50天。伫咧无症头的时，就有传染的风险。常常出现的症头包括发烧、规身躯无爽快、唔痛等等。若是得到 A 型肝炎并发急性肝衰竭，就有可能真严重。目前 A 型肝炎其实并没有特效药，如果发生猛暴性肝炎的时候，只能用支持性疗法。那这个致死率其实不是很高，不过呢，这些不良的症状，跟对肝脏的影响，都是对未来是不是很好的事情。疾管署指出，有效降低 A 型肝炎的传播，上主要的就是注疫苗。若是注2剂疫苗，保护力会当达到20冬以上。另外，针对流感的部分，顶礼拜拢总增加11例流感并发重症，5例死亡。疾管署预估1月中过后就进入流行期，而且伫咧过年期间会上严重，提醒民众爱提早注预防针。感冒了后，若是出现喘气困难、胸腔痛的情形，就要赶紧去医生看，避免变重症。记者李选林曲凯台北报道。中央总预算案即卖还阁卡伫咧立法院传出讲 T-Pass 通勤月票恐惊是无经费通好用，公路局也表示讲目前是无任何备案，预估月底20个县市就拢无经费通好用啊。双北甲桃园是打算讲要先用其他的经费来搭，毋过高雄甲台南是讲因的预算敢会当搁再冻1个月。月台列车往北投。捷运列车进站，可以看到上下车的旅客是非常的多。其实大众运输呢，已经成为许多通勤族现在必备的交通工具。不过却传出 T-Pass 行政院通勤月票的经费可能面临断炊。还是会有吧。一般正常上班族可以就是不用负担那么庞大的那个通勤费用。有影响，都会搭捷运或火车，然后公车也有。
那其实这样花下来是差到2倍有。大部分的使用者拢希望会当继续补助，虽然 TPS 经费由中央甲地方共同负担，不过中央总预算案还阁伫咧立法院卡关。交通部公路局讲，目前并无备案，估计1月底除了金门、马祖以外，其他20个县市拢会受到影响。大概1个月之后，那如果说公路局的这个预算如果还没办法拨付的话，可能相对的各地方政府的这个经费的拨付，可能会面临一些相关的一个课题。TPS 使用的范围真宽，亲像捷运、客运、台铁等等大众运输拢包括在内。对通勤的人来讲，会当省袂少交通的开销。中央补助若长去，每个月会冲击差不多982000个 TPS 的使用者。袂少地方政府已经评估启动应变的机制，可能先以地方自筹款或者是订机票的收入来搭。我们在今年已经编了11亿元。面对中央预算迟迟没有下来，我们会先行动之，按照预算法。因为今年 TPS 又新开创了新的路线，而且又有新的这个组合，所以都不能够原力来办理。北北基桃市府会伫12开会讨论，台北市按算以旧年春的钱加上自筹款来引用，新北市、桃园市会先摊部分的款项，台中市强调讲地方应该负担的部分，照目前的机制继续拨予业者。若云林县按算由县府来运用，台南市甲高雄市预估暂时会当冻1个月，台东县至少会当冻到2月份，宜兰县预估靠县府恐惊会当支援到3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外送员权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法昨是正式三读通过，包括爱用时薪上加1.25倍来算钱予外送员，也定出接一张单上无爱予外送员45块。不过外界就咧烦恼讲，这专法推动了后，这个钱恐惊是咱消费者都要来负担。外送员行甲真紧，要争取上短时间送餐。过去定有外送员是同时间有几啊笔订单做伙送，却敢若摕到一笔外送费。即摆外送员的薪酬会正式受到保障。立法院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和外送平台管理法。外送员的权益都是靠着外送员的鲜血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我们真的非常的激动，我们争取了6年，总算有基本的这样子的法规可以过。外送专法拢总28条，重点放伫3大面向，除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强化资讯透明、交易的安全和正义的救济等等，对合作商家的权益，嘛明确写出费用和抽成。针对新制达标订单基本的报酬，免得袂当比上价工资时薪的1.25倍搁较低。以2016年上价工资196块来算，换算做每分钟薪资4.1块，以这段时间平均11分来算，达到订单上价保障金额45块。当然会担心的，会叫还是会叫，就是减少那个次数而已。安全啊，各方面其实都是蛮危险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笔费用，我觉得是值得给他们的。对订单上架保障 ，Uber Eats 台湾总经理李家英捌讲，现在上路恐惊和踏单的效益无去啊。另有一个店家是烦恼恐惊出现成本的转嫁。那也没办法，可能就要涨价吧。我们都有签合约，照理来说，他们要提高都要跟我们另外再签合约。对，所以那个是不用担心的。Uber Eats 回应讲尊重立法的流程，但是对外送员、商家、消费者产生连带影响。副片代表示讲会启动各项营运的模拟，而且是向各方来沟通，因应有可能的产业变动和市场的冲击。重要的补充的一些规范的事项，我们也会在那个细则里面呢去明定。那我们会在这6个月当中呢，都赶快把这些执法全部准备就绪，完成拟定。劳动部强调，新法会伫公布了后6个月施行，较紧会同交通部和经济部这相关部会，做伙完成施行细节和主法的制定。过程中会听顺平台业者、外送员工会和消费部团体的意见，帮助业者依法来调整营运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府要伫咧民间乡去本设焚化炉，当地有自救会甲环团拢发起抗议，批评互相作业，审查无公平。因为县府是讲，这风险评估了后是认为无致癌的问题，才会来进行开发。相关的结果，嘛列入去环评报告书内底。一定要通过了，这是我被赋予的任务了。环保团体办行动局考试南投县府救援检裁判，硬要伫民间起焚化炉。初六环保局召开南投县焚化炉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会议，
伫议定地新民村办2届宽屏进前健康风险评估说明会，引起环团甲自救会去现场抗议，因为空气污染会影响地产业甲居民的健康。社区或者说整个民间乡，可以说都是农业乡啊。如果说这些农民他们的农产品受到污染以后，将来他们的生计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时候都会往南风会往北吹，所以民间乡盖焚化炉不只是会影响我们松柏岭、彰化那一边的云林、斗六这边的空气，而且还会往北吹。环团公布焚化炉议定地附近红外线自动翕相机的影片，在去年12月底了后，今年1月初3佫翕到石虎出现。批评县府无顾生态，宽屏还未通过，就诚心兴办事业计划，违反宽屏法。民间乡的乡长批评县府唔予公所的代表入去焚化炉兴办事业计划审查会议，实在真无理。现场我的专员要进去因为我们不签名。不签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替南投县政府跟环保局来背书，说你这样子一个不合理的事业兴办计划，那我的专员呢就被警察请出场。环保局表示，会议敢若针对兴办事业土地变更的审查，不是开发的行为，并无违反宽屏法的规定。若民间乡公所的代表无签到，甲提供证件表明身份，敢若会当请伊离开。评估到底会不会造成致癌跟非致癌的风险？那我们原则上评估结果一定要是属于非致癌的风险，然后我们才会继续后续的开发。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说明我们怎么样来执行我们健康风险评估的内容。那实际的结果还会在环评的报告书里面会呈现。环保局长李义书强调讲，健康风险评估执行的方式透过说明会公开，结果若是无致癌的风险，才会开发。相关的结果嘛会列入去环评的报告书。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一只乌熊，定定拢会走去部落偷食鸡仔，已经互抓到，也放2摆啊。同款是要去偷食人的鸡仔，同款是去互抓到。今麦林保署花莲分署就决定，无要搁甲野放，已经送去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对人来走出来回归山拿，这只熊号名做阿里曼西肯的港熊，去年7月2摆野放，伊伫前年10月和去年3月2摆入青岛溪乡，拢入去饲禽场来食鸡。虽然野放到深山嘛是互人城出来，顶个月中伊佫一摆出现伫山里部落，互族人是真惊吓。结果伊着安全特殊的限制熊抓到。部落有人就抓到了，新的去上班的上班，去上的上。空袭机是搭载关播音的冲天炮，去到阿里曼日时拢踮伫遐的山壁树林对来做驱离。真正抓到伊的时阵，嘛对伊采用电击设备进行负面制约。不过伊嘛是拢搁走转来。林保署伫举行专家会议了后评估，若是搁抓到，就袂搁野放。伫7月尾暗仔已经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来安置。民众其实会恐慌，会害怕说，真的哪一天他会不会伤害到人？抓到之后又放回去，他可能他的习性还是一样，还是会再去侵扰。当地研究乌熊的学者黄美秀嘛指出讲，最近几年居民主动通报，管理单位嘛拍拼来处理，但是这摆抓熊恐惊嘛无代表解决主要的问题。乌熊会真接一直出现，代表讲有声到伊的所在。要防到熊持续出现，就要靠精进的管理策略，包括加强教育，而且提出更较好的防治布局。100个人有90个人都守法，都有设电围篱，都有弄好，然后有10户没有。可是熊就从你这10户就已经养成坏习惯了，要有一套全盘性的来布局，应该要怎么做？阿里曼民族国内第一只真健康，所以主要事件袂搁甲野放的乌熊。林保署表示讲，会尽量提供上符合动物福利的生活空间。但是黄美秀认为讲，生活伫空旷树林的乌熊送去动物园来安置，都敢若是甲关起来坐家，对熊来讲，并毋是一个真好的结局。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农业处动物收容中心照顾动物是百款，甚至也有酷鱼龟、山羊仔、小熊等等这动物。农业处表示讲，这动物若经过14天的公告，无人来带回去，就会开放予民众来领用。民众奥多摆豆豆啊，徛来到派出所头前，后面佫对一只乌色的动物，原地大家拢叫是迄是一只乌狗，真正甲看竟然是一只山羊啊！民众看见伫路里乱扫惊危险，就一路甲靠来派出所。警局就通报动保科嘛，然后动保科人员就送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就先照养着，然后就
等饲主来认领，或者是如果没人认领的话，就是开放领养。这只山羊放送来屏东动物之家收容中心日子过甲真好。农业处表示，一般人认为收容所拢是收容猫啊、狗啊，不过这真正是大项有兔啊、鸭。最近才送来一只酷鱼菇类，以早嘛捌受过洗手钳，来到收容中心的动物拢会受到妥善的照顾。若是等无主人来领，都会开放认养。那我们都会在网络上面公告14天来开放给民众认养。那只要是涉及屏东县的，那符合我们的认养评估之后呢，都可以到我们动物之家来把动物带回去。动物跟我们人一样，就是有感知的生命。那我们也希望说政府的法规上能够跟上，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非保育类动物或非野生的非本土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法规去管制任何的繁衍、贩卖跟养殖，那也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问题。其实，在全国收容系统内底，嘛当看到其他县市有被背刺、大头钉、鹰哥、孔雀等等的特殊动物在等人认养。民众想要饲这特殊动物伴，上好爱想好清楚。农业处也呼吁，无论是要来饲，还是要认养，一定爱家己当做一条生命来对待，唔通无下心机，就黑白等遐甲。记者柯斌在柯家族柯超勇综合报道。镜头往来看中东，以哈冲突若是加沙地区的人民面对着生活的困境，也有因的动物伴嘛是对咧摇旗失当。即阵就一点少年的兽医来提供义诊的服务，也个免费送饲料来照顾这动物。兽医用手电照光，互猫咪惊较紧张大叫。伫个已经失去正常生活的加沙，宠物甲人共款，逐工拢伫个受寒摇巴肚。医疗资源的欠缺，或者小动物伫个破病时，只会当靠家己摕过。虽然有的所在政府已经停啊，即间伫个加沙市的动物病院，最近嘛豆豆开啊，搁较赞的是医生提供的是免费的服务。إقبال كبير على الفعالية اللي اشتغلنا عليها اليوم بالرغم من إنه الظروف الصعبة اللي عشناها والوجع اللي شفناه إلا إنه إحنا متمسكين بالروح البريئة اللي ربيناها وكانت معنا منذ الصغر فلقينا استقبال كبير من الشعب اليوم اللي إجوا معهم قطط وكلاب فبيهتموا فيهم。这个好消息，一个团队真侪饲主甲厝邻的动物伴倒来病院排队看诊。虽讲这间动物病院受到战火破坏，即马也无电通用。但是兽医靠手电的光，也会当勉强替这猫仔狗仔服务，甚至佫有一寡资源会当提供有限的医疗，甲猫仔狗仔的粮食。مجال الطب البيطري لم يسلم من الحرب، واجهنا صعوبات بداية من 7 أكتوبر. إحدى هذه الصعوبات وأهمها هي منذ 7 أكتوبر وحتى يومنا هذا لم يدخل أي شيء في مجالنا، سواء من الأدوية أو أطعمة الحيوان. 同款放袂落的，也有动物园的管理员。شديد الضغط وقلة التغذية السليمة أدت لكثير من المشاكل في بعض الأوقات أو كثير من الأوقات صراحة الحيوانات هاي أو الأسود بالذات بتصير عنيفة أكثر على الرغم أنها يعني نوعا ما متوالفة مع أصحابها أو الأشخاص اللي قاموا بتربيتها إلا أنه بعض الأوقات بتكون عنيفة بتكون ظاهر عليها علامات نفسية سيئة للأسف الشديد。园方表示，因即马敢会当食人的食物，用人类的药啊。伫个以哈停火无啥进展的情形下，这小小的性命嘛，咧等待和平的希望。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有研究发现，为着要应对暖化危机，在海里的小丑仔鱼竟然会将家己的体型缩小，安尼需要食物甲这上素减少，存活率会当提悬78%。看到这感觉是惨白色的小丑仔鱼，足侪人拢会去想到漫画电影内底海底总动员的尼莫。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尼莫的同类为着要对抗暖化引起的天气，会甲家己的体型变小。So that our Nemos were doing this shrinking was very surprising. So we kept following them through what turned out to be a really big heat stress event. So it turned out that the water was much hotter, about 4 degrees hotter than normal, around their anemones. And that lots of our fish were shrinking. 研究人员指出，苏当时全球当咧经过第4届珊瑚白化的事件，有101只大约3/4的小丑仔鱼，身躯至少捌缩小1届。研究发现，有经过这届缩小的鱼，最后拢有活落来，就算是敢若缩小1届，存活率嘛提悬78%。不过，使人烦恼的是，多数海洋生物无像小丑仔鱼这么悬的适应力。美国另外一项研究发现，非洲沿岸重度濒危的六角珊瑚、哈密六角珊瑚，伫2023年的热流已经濒临功能性的灭绝。
it's not a Caribbean reef without staghorn and elkhorn corals. So we're entering a completely uncharted territory, really just sort of making do with the best that we can. 研究人员表示，要互鹿角珊瑚和米鹿角珊瑚伫佛州南部重新生长，恐惊需要一项突破性的计划。无论是白化死亡的珊瑚，也是体型缩小的泥膜，拢是对人类发出气候变迁的警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这么寒，各县市的温度，咱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11度至14度，中部地区10度至19度，南部地区11度至21度。东部地区11度至19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16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